在几集的那个？几集？集数10集。那你有属于一个演员吗？现在还在谈，还在聊，但是绝对不会参与的演员就是何润东。对，何润东受够。B 哥是什么一个动机让你觉得？因为你当演员已经到一线，然后赚的钱很快，可是你现在等于是在投资钱出去，然后不接戏，是什么样让你做一个那么大的转变？然后要专心做幕后曝光这样。因为其实呢，我大学的时候我主修就是美术，所以其实我就很喜欢用影像去表达我的想法。那当导演，其实我从10几年前我就一直在计划。其实我的最终目标不是当演员，我是想走幕后。对，所以呢，其实之前就一直在学，摄影啊，镜头语言啊。在几集的那个？几集？集数10集。那你有属于一个演员吗？现在还在谈，还在聊，但是绝对不会参与的演员就是何润东。对，何润东受够。那你自己为什么不演？因为太累了，真的太累了。对，因为这次呢，这个因为跟翻墙不一样，翻墙就是我说以事件，那这个呢是以情感，而且情感细腻度要抓得很紧，所以呢，演员的一点点的表演都要那个度要拿捏得刚刚好，不能太过，不能太少。然后因为里面我没有一个角色是很完美，所以呢，我要去顾，就是说不能让观众太排斥这些角色，要不然他们没有办法去跟他们有同理心。但是呢，他们反映出来又是很真实的，所以呢，就很难拿捏这个好跟不好。那你就找萧敬腾啊这些跟你打球的，贺岁片嘛。那为什么不是选择想要在内地拍，而是回来台湾？因为我觉得，可能内地那边的集数可能会需求量比较大，对，那我是比较想要做一个短的，比较，因为我一集是大概实际是大概50分钟，然后10集，所以是500分钟。那因为内地可能需求比较大，它可能都要24集左右起跳。那对于我来说，我比较想要 handle 集数短一点的，我想要集中一点，然后呢去专心把每一颗镜头、每一句对白给拍好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可能因为我的这个题材内容呢比较 heavy 一点，可能也会比较适合在台湾做。